點樣簽署同意書同埋付款。喺 Compass 入面，你可以為你小朋友獲邀請參加嘅活動簽署同意書同埋付款。需要家長批准嘅活動會喺首頁學生相片下面嘅方格以提示信息方式出現。見到撳呢度繼續 Click here to proceed 嘅字詞時，撳落去。另外，你亦可以去首頁底部撳藍色嘅 Shortcuts 圖案，撳為活動付費 Pay for an event。喺活動 Events 螢幕，你可以睇到已經簽署過同意書嘅活動。如果你撳出席 Attending 呢個字樣，可以睇到更多有關活動嘅資料。要揾仲等緊你批准嘅活動，就去螢幕頂部撳行動中心 Action Center。喺下面你會睇到等待同意同付款 Awaiting Consent and Payment 字眼，撳落去你就會睇到活動名稱、日期同時間。填寫同意書入面所有必填欄位，例如行政問題、家長、監護人聯絡資料、活動當日嘅聯絡資料，如果同平日唔同嘅話，同意同付款方式。如果要提供同意，你必須輸入你嘅全名。如果需要付款，請填寫下面嘅確認並付款 Confirm and Pay 部分。完成之後，記得撳處理 Process 呢個字。如果活動同時需要簽署同意書同付款，你必須兩樣都完成，否則 Process 掣會保持灰色，咁你就唔可以完成同意程序。